真正嘅覺醒代碼嘅3種專屬嘅特徵，有中到2項以上嘅，你就唔係非真人代碼啦。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判斷，更加係一場關於生命實相嘅終極審判。好多人以為只要有呼吸、有心跳，能夠喺街上面行走嘅，自己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人。但呢個恰恰就係呢3維世界裏邊最大嘅幻覺。真相係呢個世界上邊90%嘅人，佢哋嘅行為邏輯、思維嘅路徑，乃至去到情緒嘅反應，全部都係由社會底層代碼預設好嘅程序。佢哋係呢個宏大劇場裏邊嘅非真人代碼，負責填充背景，維持住邏輯，然後默默退場。而真正覺醒代碼係帶住覺知跨越咗維度而嚟噶，佢哋唔係喺度生活，而係喺度玩呢場遊戲。大家好，我係 Samantha， 歡迎嚟到我嘅視頻啦。好啦，第一個特徵，你是否擁有劇情嘅割裂感？絕大多數嘅人一生都喺度追求邏輯嘅自洽，追求安穩嘅閉環。佢哋讀書、工作、結婚、生子，每一步都係踏喺社會公認嘅節奏上邊。如果生活出咗意外，佢哋會恐懼、會抱怨、會試圖修補。呢個就係標準嘅非真人代碼邏輯，維持系統嘅穩定性。但如果你係一個真正覺醒代碼，你會發現你嘅人生邏輯經常係斷裂嘅。你會突然之間喺某一個深夜睇住熟悉嘅天花板，產生一種強烈嘅陌生感。你可能會問，我點解會喺呢一度㗎？呢啲人喺度做緊乜嘢？我真係呢一個身份嗎？呢種感覺唔係迷茫，而係一種出戲。呢種割裂感係你體內嘅高維靈魂正在掙脫呢一具肉身軀殼預設嘅程序。當你開始覺得現實世界好似一場粗糙嘅布景，當你唔再執着於所謂嘅前途同埋標準嘅答案，而係開始觀察呢個世界嘅運作邏輯嘅時候，恭喜你，你嘅底層代碼失效啦！你唔再受系統嘅控制，你開始擁有咗自由嘅意志。真正覺醒代碼從不追求穩定，佢哋追求嘅係喺呢個實驗場裏邊能夠觸碰到幾多維度嘅體驗。第二個特徵，你是否能做到情感嘅量子疊加呢？非真人代碼嘅情感係單向嘅、被動嘅，受到挫折就會痛苦嘅，被誇就會喜悅嘅。佢哋嘅情緒波動完全取決於外界輸入嘅信號。系統俾咗粒糖佢就會跳舞；系統一打擊佢哋就會喊。佢哋嘅情感價值係為咗維持社會能量嘅守恆。但真正覺醒代碼擁有一個極其顛覆嘅能力，就係喺極度嘅痛苦之中，能夠以一種近乎冷漠嘅上帝視角觀察自己嘅痛苦。呢個聽起嚟好玄幻，但呢個就係靈性嘅真相。當你在遭遇人生嘅重創、傾家蕩產或者愛人離去嘅時候，你嘅肉體會流淚，你個心喺度滴血，但你嘅意識嘅深處仲有一把聲音喺度冷靜地感嘆：啊，原來呢一種級別嘅痛苦係咁樣嘅震動頻率嚟嘅。呢一個劇情設計得真係精彩啦！呢個就係情感嘅量子疊加。你既喺劇情之中受苦，又喺劇情之外圍觀。你將呢個苦難睇作成為角色升級嘅經驗包，將情緒睇作為能量波動嘅景觀。對於真正覺醒代碼嚟講，呢個世界上面冇壞事嘅，只有未曾體驗過嘅震動。當你能夠將所有嘅傷痛都化作為一種覺知嘅燃料時候，你就唔再係系統嘅電池啦，你承接咗能量嘅源頭。第三個特徵，你是否具備修改現實嘅造物主意識呢？非真人代碼嘅一生都係喺度適應緊現實，而真正覺醒代碼嘅一生都喺度顯化現實。普通人遇到牆會選擇繞路或者停低，佢哋以為環境係真實嘅，自己係渺小嘅。但如果你係真正覺醒代碼，你會發現呢個世界嘅本質並唔係物質，而係意識。所謂嘅現實，不過係意識喺極高頻率震動之下產生嘅投影。
你會發現，當你唔再產生匱乏感，當你真正從心底確認某件事已經發生嘅時候，現實世界嘅各種因緣就好似磁石一樣，自動地向你靠攏。你會產生一種極其神秘嘅自信，呢種自信唔係來源於金錢或者地位，而係來源於你對呢個遊戲引擎嘅底層理解。你開始明白你唔係環境嘅產物，環境先至係你意識嘅產物。你唔再好似以前咁用力地去奮鬥，而係學會咗調頻。你通過調整自己嘅內在震動，去匹配嗰個你想要嘅結果。如果此時此刻你覺得周圍嘅一切都係你可以通過改變內心嚟到重塑嘅，咁你絕對係一個已經覺醒頂級嘅覺醒者啦。呢3個特徵：情感嘅割裂感、情感嘅視覺疊加，仲有造物主嘅意識。如果你中咗2個嘅話，說明你已經完成咗靈魂嘅偷渡，你正站喺覺醒嘅邊緣。如果你全中嘅話，咁你根本唔係嚟體驗生活㗎，你係帶住某一種任務，或者為咗尋求某個特定嘅答案，先至選擇降臨嚟到呢個維度。好多時候你感覺到嘅孤獨，其實係因為你喺呢個充滿住非真人代碼嘅世界裏邊揾唔到同類。但冇關係，當你唔再試圖融入背景板，背景板就會開始為你起舞。呢個世界嘅真相永遠只會留俾嗰啲敢於懷疑真實嘅人。唔好害怕你嘅與眾不同，呢個係你身份嘅防偽標識。喺接住落嚟嘅日子裏邊，請握好你手裏邊嘅遙控器，因為當你唔再被系統左右嘅時候，真正屬於你嘅精彩劇情先至啱啱拉開帷幕。以後嘅視頻我會帶你揭曉一個更殘酷，但亦都係更迷人嘅真相。點解有啲人明明好聰明㗎，但一世都冇辦法跨越佢嘅階層呢？因為佢哋被植入咗認知枷鎖。我會教導你如何識別並打碎嗰啲隱形嘅思維鋼印，能夠俾你喺現實世界之中徹底開啟外掛模式。唔想錯過呢一個維度嘅跨越，敬請期待。我係 Samantha，多謝大家 ，Namaste，Thank you，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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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